有香港的游客伫高雄海边啊咖啡厅看影，伊皮包啊硬的，熊熊啊去带走哦，即只蟹啊内底有现金含护照拢伫内底。伊惊一个滑头一看，这歹人是啥人？竟然是一只狗啊！这狗山啊，骹手外美丽的，一摕着物件酸甲无看影。游客当咧啉咖啡，熊熊出现一只狗山啊！游客惊一条，唔敢相信哪会有狗山啊！真细粒甲物件收起卡绑，狗山啊的目标中换做边的人。狗山啊活来，游客无感觉安怎？唔过后一秒。高山那煞动手，由查某人的卡绑，甲内底物件抢走，做伙游客就赶紧去入，毕竟互抢去的物件是护照。有的时候就是你拿着塑胶袋，那些东西他都会来抢。包包的话，就是尽量双手会就拿紧一点就好。伊抢伊或者一偷开啊，佮放在遐尔啦，你吹啦。每天会进来这里抢东西啊，你只要有东西带进来，他也会进来我们这边抢。都会啊，开柜子啊，什么都会。地点伫咧高雄茶山，之前敢若有香港的游客到当地咖啡厅消费，竟然互高山啊抢，互民众翕到这个惊险的过程，加在哄抢的游客最后护照有摕回来。以登山背包来说的话，只要你呢贴近身体的部分呢，它比较不会去做拉扯。专家讲，若人伫咧高山啊会出现的地点，就要提高警觉，物件莫放现以外，牌仔嘛要放头前，避免成做高山啊抢劫的目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